兄弟，大小姐做了娘娘回来，老太太、老爷太太都要向大小姐磕头，就你那个李二奶奶凭什么要为父方便也向大小姐啊磕头呢？大丫头，你要死了！红嘴巴呀，50岁什么？就李二奶奶听见了，东西就了你的鼻。林妹妹，林妹妹，宝二爷来了，宝二爷，林姑娘在这里呀，宝二爷，姑娘，宝二爷，宝二爷来了。林妹妹，我知道你在这里。哎呀，这样有心的所在，我也喜欢。林妹妹，我在大姐姐教我们做事，是我一转眼就不听你了啊！我在无奈地做了一声，走出来了。哎，做这样的事，真是逼出了我一身汗来。哎，这个意思，闹了一整天，就是口头盈利，轻而且恩，这种故宫中的虚文作里，都把我噎死了。你就忘了放在娘娘身，今后还要你多多再发过文章，好用荣耀做你。如今你说这些话，你不怕过不了天恩主德，说没了还没实现。林妹妹，你何苦当取我呢？比起了寒思相中，我心也烦了很严重。我谈我生在这位国夫家，而不是还是不外手举呀手。临近杀戮做官服，也不顾了我这骨子碎毛。羊羔美嘴包口腹，也不顾填了我这泥沟分科。说来这富贵两个字，真是把人来糊涂。罢了，你再这样混说下去，就被人听见，又当作奇花子心情话去压着讨好，吹到舅舅耳朵里，大家又不得心情了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不谈这些了。林妹妹，我问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娘在乾官才做亲生母，你既要在这里，就老老实实做那房，就像那蜜糖捏在层层上。我起来娘你，我也起来，我去了。我也去。你呀，真正是我命中的母亲。大哥，这个原来应该在最重要的。好啊，好啊，兄弟林妹妹，老师傅晚上去见你。林丫头，来，妹妹快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话到一眨眼就不看见你们两个，참多在真意。哎，这一天是赶来的了，你们也坐下歇歇吧。是，修了，到外面去看看乔子宽来了没有？是。好容易天人莫在把娘娘亲，故问自人不履行。如今孟家为乱去，大花园等着冷清清。哎，我放
天头，你又来找我心头闷。哎呀，真，我只管杀不得娘娘分明，竟忘了老祖宗了。哎呀，该当该当。老祖宗是不断上京府为阿人，用尽当年不来亲。龙老祖的身子已经掉，人情传入阿等女儿不人分，还有那花多一样的宝姑娘啊，千里带天来传情，但因无才多年老，就连在大婚人啊，从今有一在金外在定在。你们听听，凤丫头这张巧嘴呀，真正叫人很有博士，爱有博士。凤丫头有能干，有为出话，倒也亏他上替老太太家过门。哎呀，我这个嘴呀，又要堵死了。林妹妹、宝妹妹，我还有一件好事要告诉你们呢。什么好事啊？老祖宗，我听你说了。好，你告诉他们吧。好嫂子，你快说呀！方才娘娘说，这大官人倒是真为冰清用一天，就封起来不叫人进来，岂非不为了园中的金子，苦了命几百人都关进来治你？哎呀，这可好啊！大观园比红的彩，好姐妹的举止真相当，从今是花儿天下李都姑娘老祖宗，难道非把我批判？哎呀，理解什么？你只有凄美从中同上行，怎为得少了你的文思梦？从今我心内一座无团聚，我姐妹们赶紧下去，牛市作画，丢草春花，真是陪你多混宝妞，你和姐妹们一起回到园里来时，可不许他到起名。是林妹妹，你关系是哪一次好啊？是啊，林丫头，你还是哪一次只管挑来？我爱在风里深深映却来，我爱在农民基地中有香。我了我的心意了，我也要叫你在这里治你，老祖宗。我爱那一群老鸟没人教，我爱那花裤单上女儿郎，那园中一条缺金红小香，好与妹妹情来往。好，宝妞，那你就是永远吧？林丫头，你就是这小香棍。哎呀，还有我们的宝丫头呢？宝丫头，你还是哪一次啊？啊？老夫人，原上是唐风光，听听老祖宗他是
算是很无缘吧？啊！多谢老祖宗，老祖宗在从生子生女的，宝妹妹，你自在这里就像自己家里一样，光有不用拘束。是啊，宝丫头，来。哎呀，宝丫头，你来了，我也想同我外甥女儿一样的疼你。你往后搬到院里来时，少什么成色，只管我的姨妈奉姐姐去要。我们家里有的是皇上恩赐的喜欢子吧你。说起这喜欢子吧，我倒想起来了，老太太，我们在金陵早就听说，宝鸟一路宝菜，嘴里还下一块五彩金用的西施宝鸟来，如今到了府上，还未曾细细的看过你。宝兄弟，能不能请我们上见上见？姨妈，宝姐姐请看。你看看，这配鸟可是宝鸟的命根子呢。莫什么话，心头很长。哎呀，这两句话和我宝丫头经书上的差不多呢。哦，宝姐姐经书上也有字，让我也上见上见。不过两句千里话罢了，没有什么好看的。好姐姐，你怎么看我的呢？我也要看。宝丫头，你就叫他看看吧。林妹妹，来。不离不弃，芳龄永继。哎呀，我听着经书上的两句话和宝鸟上的八故事，倒像是一对一。对了，哈哈哈哈，小事太好了。好，我们回去吧。可以回去吧。哎呀，老子肚子来了，可以回去听听了。老子肚子最好，老子肚子最好。林妹妹，林妹妹，林妹妹，林妹妹。小妹妹，你为我还去给你过离开，林妹妹。林妹妹，我与你让下明天将去谈，我与你常年共守把永远。林妹妹，撕开元首等你迎，我与你到新房小房去观其我哭来有快目。哎呀，阿弥陀佛，这可开口了。他们都去了，你为什么不去呀？我在这里陪着你呀。我可不敢把老宝儿也陪我你。为什么？我不过是里边草，林草木，贵妇金锁配花牛。我的妹妹不理我呢，差女儿来活该是八牛，什么老日子，我可不喜欢。你这有何苦呢？打了他，叫那青松配什么？哦，你还要说这些话，我今天过礼仪你可不知道。哎呀，哎呀，我
二爷，你上次叫我找的东西啊，我给你找来了，拿来，来，那西厢记。二爷，对不对？对，那给上我了吧？明天上了一条线，谁人困起不表情？二爷，这个两条可得上去了吧？二爷，这个荷包也上去了吧？别对你们都拿去，这荷包是林妹妹送给我的，谁都不许拿。拿了。喏。像这样的好事，老爷家不许我的。我今天背地里偏要得他一个赏花呀！四大老爷今日是难得西厢，见千张身。情深能是阴家。
保佑幸福有气，全身。林妹妹，哦，原来都在这里用功，这一下可要成功责怪了你。你取笑我做什么？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最讨厌的是狂功名闻完全那是不顾文章。你我的这些人，不是这些事，哪有是什么事呢？还不趁早进我看一看。好妹妹，我在这里看这个事，只了花鸟之话，别无一人知道。今天看我是不怕的。什么事啊？千万好歹可不要告诉人啊！真是好文章，你也是看了，连碗也不想请你。哦，no，林妹妹，好妹妹，no。李良记。好文章，好妹妹，你说好不好啊？妹妹，我是个多人多平生，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梦。日子里，伢个哪的呢？把我推去了。家
你这些话呢，哼，我也告诉去，我也告诉去。你去呀，你去呀。嘿，好嘞好嘞，好妹妹，我们不谈这些了。林妹妹，我们坐下来谈别的好不好啊？妹妹，我上回到你房里来，看见你又在做针线了。好妹妹，你明天请我做个香袋好不好啊？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呢。你送我香袋，我也送你一样东西。喏，这是不仅我送给我的，是皇上亲赐下来的呢。什么才能在哪个的？我可不要这东西。你不要这东西，我可要你香袋。我要香袋。你要一个香袋，那很容易。王子今后有人会替你做了，人家比我又会多又会低，又有什么金的玉的？你又来了！你这个人啊，难道连亲不敢说，又不见心也不知道？第一件，我们俩是姑舅姐妹，包姐姐是两姨姐妹，论亲戚也比你远。第二件，你先来，我们俩一桌菜一张菜，从小就一起长大的，他是才来的，结果为了他而疏远你的呢？嘿，我难道叫你疏远他？那我成了什么成了你？我为的是我的心。我也为的是我的心，你难道就只知道你的情，就不知道我的心不成？你大花香随金来送随春风。圣人曰：忠孝人之本也。师君不可以不忠，师父不可以不孝也。三纲五常，乃人立身之大经，为人人之不可以不知，是以忠人才有孝子之门也。哎呀，人家在苦恼，你还笑呢？每日里送往人来打卡呗，闻香开头祭祖先，在谁恭敬听教诲，离动下来多声言，证明掉落的丑闻上，好待我的回墨月
在苦间。孙悟空偷偷了进过去，没有法子呀。唉，不顾，把人哎苦。二爷，我请你当孙子。行了，你这眉毛是热天的画成这个样子啊？我自己画的。哎呀，画的一点也不美，我来替你改画一下。你就让我家门吧。好，随着你画吧。林妹妹，再给你上妹，给予妹妹两人。二爷，你是哪个不听闻啊？妹也跟家林姑娘，岂不是来了太子爷，开了金门的嘴？奇怪，那个美颜生的好看些许，我得在人了吧？我偏要把你画得像林妹妹一模一样。你少贵一些好不好？又不自己家常，什么三条巨类的上罢了。好些年的一条文巾，不是我家二爷又做了些什么莫让神的事业，只有些风风雨雨，该上头知道，又免不得把红萝卜拴在垃圾场上。叫我们做奴婢的回去，你怕什么？我做的全是正经事，又会去违背做的。不瞒你说，众人青蛙府里有个唱戏的，
名叫奇观，这条黄金是他送给我留着纪念之吧？唱戏的。那奇观从小的娘上过，11岁马进西班牙古步，13岁他已在后门深似海，进了众人亲王府。到如今他名满天下，迷草穷，谁能知台下来比台上多？他自却陪酒心不关，心不关，令人当作望夜路。我有缘相识好呀远，有梦他人我环境千相路。哎呀，俺已经喜子就叫本女，走开不送自己。哎呀，你当家为你先不分，请不把平英名山在边部，傻白老爷来指教。小姑朋友，这难道是犯了什么大罪了吗？我比年与他听，与他戏的往来有什么处？啊，大姑娘来了，大姑娘请啊。怎么不欢迎客人吗？哦，宝姐姐来了，来，宝姐姐请坐啊。你们刚才讲他这样年呢，在谈讲些什么？大姑娘，你看，他就戏子也就叫本爷你，戏子这完得了么？大姑娘，请用啊！哎，是呀，宝兄弟要赠我戏子结交，那倒是叫人爱心你。宝姐姐，你不要听这些话。宝姐姐，我近来做了几件心事，请你去看看。二爷，什么事？老爷叫我来传话，是家有趁老爷明日一早要来拜访，老爷叫二爷准备，明日好去会客。又是会客？这是老爷吩咐的吗？宝姐姐，老爷每逢接待宾客，总是要我一杯茶，你说这为的是什么呢？那当然是你的人在册中。本家娘母你，谁不想见见你？我不过是一个做中有做的做人罢了，哪里配叫人娘母？哎呀，你忘了，自己原是个贵妃娘娘的领地，怎么不叫人娘母呢？我真不认我那些落都门来往。哎呀，宝姑娘，你把听听，哪一个人不让我做官一声往来，恰有戏子叫本女的道理？这倒真要给一给谁对，宝兄弟。当夜到子呀，他来进，虽不想高门迎门。在子里，也微微。
好姐姐，老太太要问过吧，真没人，你去问过吧去吧。我难道是栽培人家问过吧的吗？哎呀，宝姑娘，你休要去听他说的，人家好心劝他，他送的骂人家什么落度？你想怎么由得老爷不生气呢？我醉了。哎呀，宝姑娘，你再说一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快快姨娘去。宝姑娘最好。哎呀，宝姑娘最好。宝姑娘最好。宝姑娘啊，真是心地宽大，与我一样，真叫人敬重。今天呀，因儿是宝姑娘，要是为了林姑娘啊，又不知为什么样呢？林姑娘从来不是这些文章啊！啊，难道这是文章啊吗？想不到穷流贵国之中，因为传上了这种风气。哎好端端的，谁儿上去做什么？方才贾玉出来了，要见你，等你半天才出来。既出来了，又不慷慨潇洒的谈吐，显得畏畏缩缩的。为他一个为头长，被压得你到脸神光。自古道是同名见呀文，曾经连打举文章，苦太你曾经思故见不雅。此度荆棘疲劳，他是用在南地很东阳，与家与我不忘。请再来是谁跟你去上野地？老爷，就是小的白命。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书？一定是到心里有些文化在肚子里。哼，等我空了，掀不了你的皮。老爷，至于这不认真的孙子，还站在这里做什么？玩不下去就说。是。丁老爷，众人前往府里约人来看老爷。哦，吩咐有情。是。不知道人家到有什原因当面试才奇怪，大人请坐，请大，请问大人，下官是奉皇命而来。我们府上有一些子名叫机关，来自王爷心爱的
至今多人不及委屈，私自寻找无人，顺势机会与琳琅宝友相交人儿。其实大出风趣也是琳琅的旨意。故此来请教老先生追着琳琅，去将机关访问。大人请稍待，来人，唤宝玉来。是，请啊。老爷，该死的奴才！在家里你为官去背胸桥，在外边无法无天有造谣，那机关是王爷家里陈某人，待官应知他不到。对不起，我实在不知此人。把子乃把你护法，公子的活活我得到。我是母子，愿意见得我说。如今生病在居宅，他等你回去了睡觉。大人请坐。你与我生，你与我相。那一关姻缘台上月出，姻缘台下马欢笑，再不愿出身于里，他愿做个男女家。此时来，他人在哪里呢？你是他比肩都讲，可有此事？是与不是？你外婆快讲！好，我去找一位，找这个地方，什么语把来请教告示。不许走开！大人最好，大人万岁！宋大人，宋大人！机关啊，机关！府台里总有银在神通，只怕是难道是来我自来人，来人哪？把我女拖下去捆了，把门都关上。有人混到里面去，别看档次，拖下去打，拖下去打。我打，你们打，与我狠狠地打，与我打死他。天哪，天哪！想家不能是死里作淫之徒，不归国民之家。竟出了个不忠不孝的孽子，他不能光灿灿胸怀金银，他不能为哈揭露高僧，今日那
主八卦家业，是我自君，把宝玉拖起来。老爷爷给困在夫妻坟上，我年已半百，只有年长。我养了孽子，我也不孝，倒不是今日把他了死一切乱。老爷，要是我的子儿还活在世上的话，不但是你当时一个保佑，就是你当时100个保佑，我也不管了。这是我死今只有这一个日子，老爷，你就饶了他吧。你与我放手来。你当死我，谁当死他？是关心了。八月，他做子，八月。老太太有什么吩咐，何必自己走来？只怪叫儿子进去好了。你若来，我倒有话吩咐，这是我一生没养过好儿子，恰叫我何在去世？老太太，做儿子的管教他，也为的是永中要做。老太太是此生，做儿子的是我担当得起呀。呸！我只讲了一句话，你就经不起了。你那样的棍子，难道八月就经得起了吗？老祖宗，八月，你这不也好，不争气的孙子啊！
见于了么？上倒是好了，这真亏你呀！宝兄弟要是没有你这样细心照料，只怕身上的伤不会好得那么夸你。唉，好端端的怎么太凄凉？宝姑娘，你哪里知道？老爷子这当儿一家闺女，为的是防止成龙发明气，谁知他好了长发的放了风，毕竟他本性该关闭，我猜的是天子出苦空啦喽，黄玉这子爱送来心一你有理这样会信你。你是知心的一家配，总该你带本空间，非是我当面夸你好也常听他三里也常言道几岁常遇回头老，宝兄弟终于一在心灵间，亲近也如他忠心到迷惘跟他陪你。宝姑娘说的，你也为二爷费了许多心思，你再帮我们劝劝他吧。好，只要用得着我，就不推辞。我上次听人说，你对了个家子是不是？宝姑娘真好记性，也不知道是我大意，还是我晦气，竟把太太上前为个好的钱的戒指弄断了，这也糟蹋不着，真叫人心痛。对了也就算了，我这个倒用不着，你把我这个拿去对吧？哎呀，宝姑娘，这是恐不及太太送给你的那个好。也只有你宝姑娘总是这样体贴人的，这得得了什么，你就留着用吧。至于你缺少什么，只管问我要随时，用不着什么客气。是，我知道。二爷正在里面写诗呢，宝姑娘，请到里面去走吧。好。
这是跑内组织，叫我们不要生根的不得才教。都摘下了，又是明天再来吧。是我呀，明天是谁？二月份府的，一概不许放进城来。好兄弟，这虽是他做得不错啊。一分不差，完成了。我
乃为你陪着我们老爷开来游游，这得体谅我们不少的心趣啊！好他离开公龙女应当在快乐。老太太，你没了，好老爹坐一位吧。好啊。老年虽有些长啊，生来子我把方天飞上花人，三么把他一飞上花人，一梦快老太太要问我年上阵不老回家去，在内老凤丫头，这凭你这张巧嘴。这几年我留心看起来，二嫂子凭他怎样巧，总巧不过老太太。我的儿啊，我是今老了，还巧什么？当年我家凤丫头一把年纪呀，倒是比他还强你。是啊，倒是这样的。姨太太，不是我当着姨太太面奉承，千真万真。从我们家里4个女儿算起呀，要是巧，要是好，都不及宝丫头你。对，老太太说的真的，这话是老太太说偏了。姨妈非倒是真的，老祖宗自当在边有讲，这宝姑娘好。凤丫头啊，你等一会去准备一些好吃的东西。娘儿们今天索性就来了一路。姨太太，你想吃什么，只管告诉我，我有本事叫凤丫头办了来吃。老太太总是觉他出难题，时常叫他弄了东西来孝敬。姨妈就是了，老祖宗这是言在女孙，要是不言在女孙啊，早就也把我吃了你。你
有一个此地不成，我丈量是谁？原来是你这个狠心夺命。妹妹万岁，我知道你不理我，见了我就躲开。我是问你说一句话，从今后就了开手。听说
这两句你听不听？妹妹，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？当初怎么样？今日又怎么样？想当初，妹妹从江门出来到，到日子总在相同我把那心上的话儿对你讲，心爱的东西听你挑，问他那衙外不是不走到亲自张张紧紧来到衙了，你咋烦恼我担忧，你咋开眼我先想，我与你同坐吃饭同上菜，像一母所生的亲同胞，才指望亲亲热热走到底，再见得我俩情谊的人好，谁知道妹妹人大心也大，如今是下着眼睛把我叫，三朝四岁不理我，四宝肉是为老怕太烦恼。我有错，你当也是，骂也好，为什么月儿鼻子将我跑？你有仇，你说也是，这也好，为什么别人都是长辈呀？是宝鸟不明不白故我就是为你死了，也是故却是的归为我难找。滚啊你！你急什么生？那我来问你，那天我到怡红院来，你为什么不叫丫头开门呢？哎呀，这话从哪里说起呀？怪不得你不理我，我是会这样对待妹妹，叫我离开就死好了。嘿。再要你多走法子的。好妹妹，我实在不知道你来呀。那天只有包姐姐来如果以为，一定是丫头们干出来的好事，叫我回去问他是谁，我一定要教训他们。是呀，教训才好。这些两我都是小事，要是以后什么八姑娘来、白姑娘来，把他们也得罪了，事情就大了。另外，要是这些话呢，你到底还是在气我，还是咒我呢？咒
要紧的，看进度报起来了，还记得一粒汗。好妹妹，你放心。我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你倒是说说，怎么放心不放心？你真的不明白这话？难道我平时对你的心是用错了？连你的意思都体贴不上，就难怪你天天为我生气了。我真不明白。好妹妹，你不要唬我了。你咋真的不明白这话？不但我平时对你的心不用，连你平时对我的心也都不为了。正因为你不放心的缘故，才多了心，才弄了一身的。好妹妹，你咋能宽慰些？你的病就会好了。好妹妹，你慢一点，你再让我这句话，你再说好不好啊？我有什么可说的？你的话我都明白了。你都明白了。好妹妹，我这颗心从来也不敢生，就是他带着出来，就是我死了也可原的。我为你也弄了一身病，又不敢告诉人，只好隐藏。要等你的病好了，只怕我的病才会好呢。我是睡里梦里也忘不了你，好妹妹。哎呀，二姨，你怎么哪里的话？你怎么了？二姨，二姨，二姨，看你神色不好，还是回房去歇歇去吧。子娟，我还有话要问你呢。子娟，近来姑娘身体怎么样？晚上咳嗽可好一些了没有啊？咳嗽倒好了些。哎呀，阿弥陀佛。奇怪，你这个不相信神道的人，怎么一年起不来呀？这叫做贫贱乱流衣啊！子娟，近来妹妹燕窝吃了没有啊？哦，我正要问你，这燕窝是谁请我们的呀？是我上次在老太太那里了录了一股风声。哦，原来是你说了。我们正在念哟。老太太怎么忽然会想起来，就是每日送一两燕窝来？原来是这样哦。燕窝吃惯了，只要吃上2-3年，妹妹的病就会好了。这也多谢你费心。哎呀，子娟，今日天气不好，忽冷忽热的，你身上穿的这样单薄，妹妹已经病了，要是你再病了，那可怎么得了呢？二爷，从
种手动家的，一年大2年小，就曾看着不尊重。那些文章都在背后都会说你的，你总不留心。为我小的时候，一莫认为这是我死的。况且姑娘也吩咐过我们不女说笑。你看他近来怨着你，还可怨不起你。我认识你的情，你的话说得有理，怪不得妹妹常常不理我了。嫁的嫁了，死的死了，走的走了，将来你们亲戚也都不理我了。想到这一些，我就伤心了。你在想什么？二爷，我在想，那妹子一两银物，谁这里去花了，明年会到自己家里去，哪里有钱吃得起这货？你说谁会到自己家里去啊？你妹妹会住在自己家里去呀？你在什么慌哦？你红嘴怕呀不了你，妹妹是苏州人的丈夫婿，老太太连岁娃孙女，千里结归不成婚，她离不开小乡关注牵关注，生命去为这故事就像二爷，你也可叫快人了。你以为家父做大人的话，难道是比人祖宗就不靠吗？你可知衰路千里要分大海，因此终于他去瓦家。等姑娘将来才过世，自然要送她还故乡。金陵的不能在家父死一死，听说是邻家邻村在去通粮。
你是怎样伺候他的？把宝玉弄成这样，不知道此君这姑奶奶讲了些什么？而已他夜夜食了，手脚也冷了，话也不会说了。你这个小丫头，同他讲些什么？是丫头，你与他是聊些什么？我并不管讲什么，只他说句坏话。不二姨，不二姨，你可不能当真的呀，二姨。宝玉，宝玉，宝玉。是丫头，你得罪了了一晚的过去呗噻。是，宝二姨，宝二姨。四娟，你不能走，你不能走啊！要走连我没了去。怎么一回事？他开玩笑，是林姑娘要为叔叔死去哪里去？哎呀，我倒是什么事？老太太，林妈妈他们都要到八一来了。啊，叫林妈妈可当坐一位吧。不得了，不得了！林家跑来接林妹妹了，他们都当着去，当着去，哦，当着去，当着去。死了林妹妹，也是在不许她进林呢。有你们不准地道林子，也不要叫姓林的进来。我听见了没有啊？这些姓林的进来，你们听见了没有？宝玉，你们看，这个人来接林妹妹了，你们看啊！你看人的那边去。来人呐！他把人要走，他把人要走，他把人要走，他把人要走。宝玉啊，你总该放心了。林妹妹同日是来。我看宝玉凭得奇怪，那陪玉又或在平，或在好的，以前小孩子们各在一起，倒不怕什么。是啊，世间，林姑娘是个有心的人，至于宝玉不必言你是有的，但自杀把他们隔离开了，岂不道路了痕迹？像我们这样人家，孩子们实成这种心思，叫外人知道了，脸上多不光彩。老太太，依我看啊，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还是观察去宝玉成了亲，以免得闯出什么祸来，说不定冲一冲喜，定也就好了。是啊，宝兄弟自该认清了。我也曾想到这一层，我们娘儿俩先来下计，再与真儿商量。老先生要挑选媳妇，就请老太太做主。不过老爷有事，子媳妇要吃得前辈，才能与相互争气光门楣。说的是啊，我曾留心过才女，可
我是宝茶新文臣，文从对照真言为。老师弄这个对呀，一个君主，一个宝玉，真是天配的姻缘哦。老太太，我的心里也是这样的想。林姑娘三十有貌有才，只恐怕多愁多情不问情。啊，宝丫头啊，再用千杯有光香，应该官方有十分。我不知道，林姑娘好再好，只是养在美人之门，经不起风吹雨扑。可是那宝姑娘啊，更有金珠配宝玉，是一代天生的名。能自家凡事定做，来保佑所为前。宝丫头倒是还成心意的，宝玉是吃了他，说不定病也好了，他就真到了。老太太这是，既说你们都是宝丫头好，我的旨意也随听了。老太太，是奴才为宝玉的病食药大药，故而在外面偷听了一回。奴才有话禀告老太太。快讲。起来是吧？是。这话奴才本是不敢讲的，现在没法子，只好讲了。宝儿一场是宝姑娘，这真是天朝地神配成长，真乃是情要配空生风浪。我知道他心里只有个林姑娘，三七的心房敲门是一场，他曾经把我错当作林姑娘，说什么为你弄成一身病，水里梦里不相忘，神奇的只觉一句玩笑话，他听起还我千层浪，事情啥子是情事，只恐怕呀怎样？这天塌的胡子他也会藏，倒不是一山落雨天在上，老太南皮旁是恰的旁，起来，正月此要是真有些事情，是知道宝玉停下宝茶，倒帮
要生出什么事来呢？林丫头，倒也大了。我担心的是宝玉。是啊，宝玉是像上一回那样闹起来呀！哎呀呀呀！是啊，这倒叫人难了。难倒不难，我倒有个主意。黑家是，慢，刚才听到的话可不准传出去，这第六风声当心撕烂你们的嘴。你这滚出来有困难，还要用一个调包的法子。调包。老祖宗，等到了就来等也呀等你自问做米饭，混饱他掉进山内坏不了脸，鸳鸯身上的不难。
城墙深夜去，为什么好人梦回为啥处？哎呀，林姑娘，好日子还要去天，看了风景，文字红尘万千里，夜面天桥落。知道安来地难人面，风姑娘，你往哪里去呀？我放抱你去，姑娘。不用委屈。姑娘，姑娘，起来吃呀吧。姑娘，你就吃一点吧。姑娘，四舅，哎，姑娘，姑娘，妹妹，你哭什么？我哪里是能够死你？姑娘，姑娘。姑娘，今日手
将我自君三宝人，我转呀请你推开手，你睡眠为人在眼儿，镜子里再见你用眼神，枕头边再叫你来三头，姑娘啊，你眼中能有多少泪？你真情在东楼到城，下楼到去，姑娘啊，你要多保养我爱人，把天大的事儿放开手，保养你肉筋在花模样张开你眉上梳过中月，你好心好意出面子，你曾经劝我多少次，真来是一生平我依然是万载奔涌飞呀是，自落得路远山高江南归，地老天荒人姑娘啊，你真是乃是保护伞，再莫再这样的娃儿从人心，世界上总有良药可治病，人莫话无从做事，同你的人，那祖宗当年
吩咐，还不将我们知道你。这先生怎么竟这样狠毒冷淡啊？寡不得凭他必在于孤灯啊呗，恰原来不姑娘都该那王子妃，天心上那关生死外来推往的神儿恰与罪。宝女，我看你姑娘明早死了，你拿什么脸来见我？真想不到你也是，怪是寒冰心是天，你砸了惊涛旁救命。林姑娘怎样了？崔妈妈，你有什么事吗？我只句姑娘这几句话。紫娟姑娘，紫娟姑娘，方才老太太和二奶奶他们都商量好了，那必要用你去使唤你。崔妈妈，你先听吧。等神死了，我们四人是出来听儿使唤的。这是林姑娘还有一块气呢。姑娘，你这话对我说倒是是的，我可怎么去为兵上头呢？孙妈妈，你只管去为兵上头。白去听闻不了罪，又必成为断气把命啊财。我只愿今日里在愿听着病榻旁边对上话，就不碰那东王烟上还还呗。但等姑娘断了气，该把我分身三关，我也不走妹。姑娘，我也是奉了饶命差去，该不有计。好吧，就让先跟我走吧。什么？一刻都不去？咱们可打不过阵的。去。姑娘，
亲陪身，与妹妹永比才，今宵从今后第三重不易相林妹妹，好妹妹，你的身子好了没有？我们好久不见了，现在可盼到了这一天。妹妹，大兄弟，大女儿，你要稳重一点呀。是啊，林妹妹，今天真是从古到今，天上人间，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！林妹妹，妹妹换一条飞大米菜，天下平里归宿啊，不愿谁来唱。
把头，从今巧女娇听满身文，直到断水分给的这苦做什么呀？我们何必用这些做套理？妹妹，好兄弟，我今郎应该奉为君，最大的新娘期待着你独身关系少自杀，在愿在问莫团聚。老祖宗都是为你那宝女，从家门来自一对。你生我傻，我生你倒真傻你。我把我的幸福交给了他，还对他不问，为他敬他不来不去。本是该去的阿里根都化作鸟宝妞，我的愿你俩相亲似病到把头，最得是父母之心我不那还有什么？宝女来。宝女啊，你母亲的话不要记住，这都是为你好啊。我知道了，真是好了。妹妹，虽然在红街里呀，他做事理，面子道理，没事理，却做不是。光华腿，这叫我怎么不去看他呢？林妹妹。现在，你快摸摸我的手指头，你看我是不是在做梦？我是在做梦，做梦。哎，宝兄弟，休要无实，什么做梦不做梦？老祖宗这里坐着，老一位坐在外面。是啊，现在我来问你，刚才床上坐在那个美人儿是谁呀？是姓次的二奶奶。好糊涂，姓次的二奶奶是谁？是宝姑娘。林姑娘你，林姑娘你，老爷说是吃的是宝姑娘，你怎么问是林姑娘嘞？是宝姑娘，是宝姑娘。宝妞是吃的宝姑娘，是宝姑娘呀。宝姑娘，老祖宗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是吃的宝姑娘。我明明与林妹妹认得亲，现在还我误着她呢？怎么
什么也算是多变了，多变了，这为的是什么？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二姨，老祖宗，顺道叫民众帮的，你如下。二姨，大娘，林妹妹。我以为八年好日今宵，为什么月老洗出了红油彩？为什么梅园出马当官？为什么恰巧今晚就来大娘，我不是老祖宗也家人亲，好非大娘，你听我讲，听我讲啊！林妹妹，他一定是七岁三分大娘，二姨，来自婚事情长。你们可曾听到林妹妹的哭声？现在你告诉我，你可曾听到她的哭声啊？二姨，二姨，你听我说呀，老祖宗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大娘，你怎么样？怎么样啊？我还有一句心里话要说。林妹妹与我多有名，两个病月是一条根，望求你把我们放在一间屋，也好让同病相怜心操心。为啥眼泪实相见，死了也苦张东为老祖宗，我天下万分莫诉尽。就是妹妹碰死谁？老祖宗，你俩我把你俩大娘，你，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，你竟拼得这样，好家伙，心痛啊！老祖宗，你呀！老祖宗，我知道救你们也没有用，我找林妹妹去。哎呀，我找林妹妹去。大娘，我找林妹妹去。我找林妹妹去。别走。大兄弟，快来呀！快来呀！
妹妹，爸又来了。妹妹，我来迟了，我来迟了。共度西厢
家，你是人不关心，也不眠。妹妹呀，你为何一往情深把平添？我为你是醉里梦里长相好容易拍到童话化作烟，总以为美满姻缘一线牵，想不到林妹妹变人报非罪，恰原来你被逼死，我被呀王龙多是我还世上碰到无上气，别怕你美。而已，天色已晚，你不必多虑，好回去吧。我知道妹妹害我，你也害我，我就是死了，也是个缺死鬼。这些话我已经听惯了，人死了，还是过什么呢？自救，妹妹临死之时，她讲了些什么？唉，曾记得姑娘病重，夫人临上殿，谁与我知心里？他这边人我归乎三根天，你那边红旁承诺一天那心，只听他恨声不报哟。她说什么？姑娘生，宝妞，宝妞你好，这心碎的是人，我姥姥亲。
人一股清流在冲，从今你大恩覆灭在地下，我愿做举杯。